這群在台灣藥局服務的藥師店長甲基層員工來到議會，尤其欠錢還錢的布條。雖然大家攏掛嘴安，不過卻透露不安甲無奈。因安怎嘛想無辛苦工作，換來是公司惡意拖欠薪水，有的甚至停業以後，閣愛員工代墊數十萬的營業稅，互因求上無門，來到議會定情。我們被轉移，但是我們從頭到尾都不知道。一直到公司不付薪水了，然後協商也過了，然後但是他錢也不付，那我們就送到法院強制執行。就強制執行，公司現在他的賬戶裡面沒有錢，所以我們1塊錢也都扣不到。然後等於說我們求助無門。那他的台南的門市，記得是從月中到現在已經停止營業，大概10幾天，接近半個月了。所以客人有寄放的東西也都拿不到。那除了勞工，我們沒有辦法拿到薪資，4月、5月到現在，支出都一定要是付出來。那如果你每個月都積欠薪資，我們沒有辦法生活。對，那這也不是只為我自己啊，因為其實我們有很多人都是有家庭的人，然後家裡的長輩也要養啊，然後家裡的小孩要養，所以可以沒有辦法，就是讓你這樣子對我們做出這些行為。那其實我們也好言相勸，但是遇到這樣的雇主，我們真的也沒辦法。對，求助無門的狀況之下，只能這樣。為了依法保障勞工的權益，議員林美燕除了陪同因來到議會旁聽，嘛親自遞交定情書給市長吳美婷，希望政府協助因爭取應該有的保障。我沒有看到這群勞工哦，真的是平常就非常認真的在他的工作崗位上面去工作。他們想要的就是一份薪水而已，這份薪水就是能夠養家糊口這個樣子。但是，台灣藥局的資方這邊，他長期的積欠，而且一再的拖延，一再的欺騙，讓這些員工都不知道何去何從。所以今天就帶着他們跟市長來做澄清。然後這樣的一個。這樣調解成立之後，我們開始都已經在陸續在進行相關電廠的前置作業的部分，所以我們已經能夠建構這個機制啊，希望我認為我們勞資爭議的夥伴趕快來加入我們這樣的一個電廠機制的啟動的部分，因為我加進來，我們要跟資方做相關債權的這樣的一個確認啊，才能夠行我們中央這樣的一個電廠的機制，大家能夠把它的這樣的一個電廠的把它積欠的這樣的薪水及資遣費的部分，我們可以用我們勞保局裡面的電廠機制來給勞工取得他原有的權益的部分。這件風波不止員工受害，連上游廠商收無匯款，有先繳錢寄回消費者嘛提無。市府強調，一定會強制進行法律程序，絕對袂讓無辜的市民甲基層勞工成為資方惡意關門的犧牲品。台南新聞，軍籍林根採訪報道。